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网飞今天宣布，去年金马影后谢盈萱主演的电影《谁先爱上他的》将在农历年前登上 Netflix 平台，于2月1日超过190个国家中同步首映。谁先爱上他的为知名编剧徐誉庭与导演许智彦首次执导电影作品，不仅拿下香港亚洲电影节的亚洲新导演奖，男女主角邱泽、谢盈萱也分别获得去年台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、金马奖最佳女主角。技术部分包括金马最佳剪辑与最佳原创电影歌曲。对于和 Netflix 合作，徐誉庭表示，从题材、演员及 Netflix 作为首映的唯一平台，每个选择都是一场实验。我们让台湾观众、亚洲观众看见了多元价值背后的温暖力量。接下来，我们希望能让全世界的观者能借着这个故事发出省思，也看见爆发中的华语电影新能量。谁先爱上他的除了在金马入围8项，更在亚洲地区拿下多项华语电影奖项，如今获得 Netflix 青睐，特地选在台湾农历年前2月1日于超过190个国家中同步首映，向观众呈现这部感人作品。中央社